新闻来关心天气的消息。今日天气袂歹，也过为明仔载开始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，风头面嘉义以北有可能就会先落雨。礼拜因为寒流的影响，各地气温会明显的降低。气象署来估计，后礼拜甲拜二天气是湿又搁寒。台北气温恐计会剩差不多7度。拜一暗时到拜二规工，北部1000公尺以上，中部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。这摆冷空气呢是慢慢来反进式的，所以讲会为礼拜一直影响到拜三，有咱心脏血管疾病乡亲，也是讲有敏感的族群，爱特别细致。伫咧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阳明山李子坪，喊咧落白死死白雪，徛点伫咧金白色世界，民众是欢喜甲噗噗跳。3年前阳明山喊咧落雪，当时温度伫咧0度到1度之间，水汽达到87%，符合落雪条件。若礼拜一，伊阁会有一波寒流，敢有机会阁看到美丽白雪咧。22号、23号华南云区这一段，同时温度也很低，所以条件算是比较好一点。22号晚上开始。1000到1500，那1000这个主要就是在阳明山这部分嘛，23号就是2500到3000，所以差不多就是在这个范围。来看台湾的山区，大气科学博士林志文讲，这摆阳明山落雪几率高达75%以上。22号拜暗时夜纪录悬，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关山、六山、太平山，可能的时间同款的伫咧拜一暗时夜，甚至因为海拔悬，这两地比阳明山更较有机会落雪。中部下文山、高山的时间会较晚，落雪时间才会伫咧礼拜天。最冷、最影响、最明显的时间呢，还是落在这个比较偏向是23号、24号这2天，可以看到，不论是北部还是这个中南部还是东部，这个温度都是相当的低。北台湾区域、台北这边呢，其实是有报道7到9度这样子的温度。当然，如果是在空旷一点的地区，再扣个1度左右。在美国讲的冷空气影响，原因出伫咧中纬度软高压，甲冷空气接起的冷空气随气流落涵，位置拄好落点伫咧台湾顶线，冷的时间蛮长长。气象专家吴德阳讲，这就是环境性的寒流。后礼拜一和拜二受到华南风雨的影响，天气湿个冷，台北体感的温度伫咧7度以下，立冬上强的寒流特别高，民众都爱穿好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